大家好，上一次同大家去完打邊爐，今次想同大家去食一樣，我覺得台灣都有好多鋪頭做得幾唔錯嘅，就係日式拉麵啦。我揀咗其中2間，我覺得幾正嘅，介紹俾大家。其實香港食味精拉麵啊，都60-70蚊碗啊要，而今次我揀呢2間都係圍起70-80蚊港紙一碗，我覺得性價比絕對比香港高嘅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去片。首先第一間呢，我要介紹俾大家嘅係台北信義區永吉路嘅麵屋天曉德。個餐牌都有10幾款拉麵揀，算做幾多選擇啦。另外仲有啲小食，望落啲嘢都幾好喎，入去睇下先。一入去呢，覺得條走廊都唔算窄，都 OK。另外佢勁多日本動漫嘅裝飾擺設，幾得意幾舒服喎，個感覺。真係好多以前睇過嘅卡通都有喎，最多好似係哥斯拉，應該係老闆最中意嘅卡通啦。而個廚房都係一般常見日式拉麵店嘅開放式廚房啦，整體都幾企理。好，坐低叫嘢食先，我哋叫咗一碗格利雞白湯拉麵，跟住嚟多碗極黑蒜豚骨拉麵，再嚟一個芝士可樂餅同埋一個咖椰吐司，總共4樣嘢。佢有2款麵揀嘅，一款係中卷麵，就冇得免費加麵嘅；另外一款細麵呢，就每碗可以免費加1球。另外佢哋仲有免費提供一款凍嘅清心蘋果茶，飲落幾清新解渴嘅。好，飲咗杯茶，碗格利雞白湯拉麵就嚟咗啦。呢個湯頭好正，格利好鮮甜，啲雞肉超嫩滑，簡直一流啊！而呢個細麵都唔錯嘅，算係幾彈牙幾爽口嘅。跟住嚟嘅就係依碗極黑蒜豚骨拉麵，呢個整體都唔錯，不過好似頭先嗰碗個湯頭就略勝一籌，而雞肉都比豚肉好食啲喎，我覺得。而呢個中卷麵呢，我個人都幾中意，我覺得係有比頭先個細麵好食少少，食落去個口感仲爽彈啲添。唔夠飽，仲可以免費加多球細麵，食完麵再試埋呢個可樂餅，都算炸得唔錯。最後食埋呢個甜爺爺嘅多士，個椰子味幾香，唔係淨係得煉奶嘅甜味，唔錯，好味。好，搞掂就準備出發去第2間再食過啦。Hello， 埋單唔該。跟住同大家嚟嘅就係同樣係信義區嘅拉麵店伊和白湯。佢每日只係開2個時段，每個時段只限量賣20碗麵，賣晒就冇噶啦。大鑊！我哋早咗9個字去排，但已經有好多人排緊啦。好彩最後啱啱排到第20個。不過其實我哋係2個人嚟，就只有1個有得食啦。因為座位有限，我哋又排最後，師傅就叫我哋6點半再返嚟就差唔多啦。咁我哋唯有周圍行一陣啦。6點半返到嚟，等多咗2個字左右，我終於可以入座啦。入到嚟覺得空間感係比較細嘅，不過各方面嘅嘢，例如燈光啊、擺設啊，都尚算企理，合格嘅，冇唔舒服嘅。安排好晒啲嘢之後，就可以開始叫嘢食啦。不過因為我係排最後一碗，所以其實第一個牛骨湯已經賣晒㗎啦。咁我唯有叫雞白湯啦，再加1球麵。咦？用 D 果肉嚟浸水，飲落真係飲到少少果香味㗎喎，幾得意，幾清新喎。跟住就見到師傅開始煎個湯蠟，然後呢，佢仲會俾一杯仔你試下口味，睇下使唔使濃啲或者淡啲咁。師傅喺度煮緊個湯嘅同時，另一邊又開始淥麵啦。
就我而家面前所見到嘅流程去睇，師傅佢應該大致上真係逐碗逐碗煮嘅，咁樣的確係比較可以控制到每一碗麵嘅高質素。不過咁樣做當然需時會比較耐啦，而且就係得佢一個人做，所以點解佢每個時段只係限量做20碗呢？因為師傅嘅選擇係重質不重量。好，謝謝。個賣相都幾靚仔喎，真係個湯都非常之濃，非常之鮮甜。不過海鮮味有啲太搶，唔係好食得到雞湯嘅味道㗎。而個日清杯牙細麵都幾好食，我都幾中意。跟住加嗰個麵，老闆仲好體貼，怕我已經食晒啲餸，仲俾咗幾嚿肉仔我添。最後到個奶酪，絕對有驚喜喎，奶味超香超濃，好正喎呢個。然後有一位客人食飽走咗，老闆見啊 Jessie 一個人喺外邊等我，佢就邀請埋啊 Jessie 入嚟坐，仲煮多咗碗麵請佢食，真係好貼心喎，真係要俾個讚佢啊！好，咁依家等我嚟做個總結啦。我哋可以分3個方面去做分析，就係環境、味道同埋服務啦。首先我哋講講麵屋天曉得先，佢哋啲座位都幾舒服，各方面都好企理乾淨，再加埋咁多日本動漫嘅擺設，的確係幾得意，所以我會俾7分。至於味道方面呢，佢所有嘢呢都係做得唔錯嘅，尤其是個咖喱雞白湯拉麵呢，更加講得上係出色，所以我會俾7分。再嚟呢，就到服務啦，其實就冇咩特別好同差，正常咁啦。不過個免費招待嘅清新蘋果茶都幾好飲，算係幾用心，所以我會俾6分。跟住就到伊和啦。首先佢個環境的確係有啲細嘅，走廊座位都有啲逼，但係都尚算乾淨企理。而且當一個空間咁有限嘅環境，再加上只係得老闆一個人，反而產生咗一啲化學作用，令到我有一種深夜食堂嘅親切感，所以我會俾6分。至於味道方面，雖然碗拉麵個海鮮雞白湯我就唔係好食到個雞湯味，不過佢依然係一個好出色嘅海鮮湯嚟嘅，而且師傅真係逐碗逐碗依各人嘅口味整嘅，個湯頭嘅鮮味食得到係好真實嘅，再加上一個驚喜嘅奶酪，我會俾7分。最後到服務啦，首先加嗰個麵有幾嚿肉仔俾我送麵，然後仲請阿 Jessie 食多碗麵，雖然只係一碗淨麵，唔係話值咩錢，不過老闆親自出門口邀請 Jessie 入嚟坐，再煮個熱辣辣嘅麵出嚟請佢食，加上我哋拍嗰日係有啲凍嘅，感覺就更加溫暖啦，所以我係會俾8分。多謝收睇，如果你係鍾意我哋頻道嘅話，記得免費訂閱、按讚同埋開埋個小鈴鐺，咁樣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㗎喇。多謝晒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